想象一下，当你80岁的时候，依然能够轻松爬楼梯，跟孙子们追逐玩耍，不需要扶着扶手才能站稳。这不是天方夜谭，而是主动老化能带给你的真实人生。世界卫生组织在2021年正式认证主动老化是帮助年长者维持独立生活的关键因素，你知道吗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报告，每天只需要15分钟的轻度运动，就能降低30%跌倒的风险，同时提升27%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可以自己上厕所，自己煮饭，自己出门买菜，不需要依赖别人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完这支影片，很可能你正在重复犯3个错误。这些错误会让你的膝盖和腰部每年都加速退化。我从30多年看过太多70岁、80岁的长辈因为做错运动，反而让身体越来越差。别急着离开，请务必看到影片最后，因为我会分享一个放松秘诀，让你像20几岁时一样睡得又深又香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这样就能接收到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很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输入数字0。在台湾，我遇过太多长辈相信运动越多越好，或者只有跑步才叫健康。这些观念其实大错特错。台湾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在202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，6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，有41%因为运动方式不正确，导致关节疼痛、头晕，甚至跌倒受伤。这个数字让我非常忧心。我来告诉你最常见的3个错误。第一，很多长辈以为要做年轻人的训练，像是深蹲蹲到底，在地板上做伏地挺身，结果膝盖关节承受不了，越做越痛。第二，直接在硬地上跑步，没有暖身，结果扭伤脚踝，拉伤肌肉。第三，运动后完全不放松，导致肌肉紧绷，晚上睡不好。我在诊间看过一位73岁的陈伯伯，他每天跑步5公里，结果膝盖积水，走路都困难。后来改成快走和正确的肌力训练，3个月后完全恢复。记住，重点不是运动得多重，而是运动得正确，运动得持续。现在我要教你3个动作，这3个动作就是你老年生活最好的保险。只要每天做，你的腿会有力，手会灵活，走路会稳。椅子深蹲模仿的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动作，坐下和站起来。这个动作会训练到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和髋关节，这些肌肉群决定了你能不能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能不能自己上厕所。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站在椅子前面，双脚打开，跟肩膀一样宽，慢慢往下坐。屁股快要碰到椅子的时候，停住1秒钟，然后再站起来。记得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上半身要保持挺直。美国国家老化研究所在2023年的研究证实，椅子深蹲可以在8周内提升下半身肌力3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原本你站起来需要用手撑，8周后你可以不用手就站起来。这个动作的好处太多了，它能降低跌倒的几率，让你从椅子、马桶上站起来更轻松。我有一位68岁的病人王阿姨，她以前上厕所都需要女儿扶，做了椅子深蹲，3个月后，现在完全可以自理。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的膝盖退化比较严重，建议用有扶手的椅子来练习，这样比较安全。一般的伏地挺身对年长者来说太危险了，因为会对手腕和肩膀造成很大的压力，很容易受伤，所以我们改用墙壁来做。做法很简单，站在离墙壁60公分的地方，双手张开，跟肩膀一样宽，手掌贴在墙上，
然后慢慢把身体推向墙壁，再推回来。做的时候要记得保持身体挺直，就像一块木板一样，不要弯腰驼背，一次做10下就好。根据《老年人物理治疗》期刊在2021年的研究报告，墙壁伏地挺身可以在6周内提升上半身肌力18%，同时减少肩膀疼痛22%。这对日常生活帮助很大，像是提菜篮、抱孙子、推门都会变轻松。我建议你可以跟孙子一起练习，他们做地板板的，你做墙壁板的，这样不但能运动，还能增进祖孙感情。我有个病人跟5岁的孙子一起做，孙子每次都会帮他数1、2、3，变成他们的亲子时光。这个动作真的很安全，就算是80岁的长辈也可以做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对平衡感的训练非常有效。它能训练你的神经系统和腿部肌肉协调配合，让你走路更稳。怎么做呢？找一条直线，或者走廊、厨房的流理台旁边都可以。走路的时候，后脚的脚跟要碰到前脚的脚尖，就像走钢索一样，一步一步慢慢走。眼睛要看前方，不要看地上，手可以轻轻张开，帮助平衡。每天走1到2分钟就够了。哈佛大学健康通讯在2022年发表的研究显示，这个动作可以降低70岁以上长者36%的跌倒风险。为什么这么有效？因为跌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平衡感变差，而这个动作专门训练平衡感。我有一位72岁的林妈妈，她之前在家里跌倒过2次，之后都不敢一个人出门。我教她做这个动作，每天在家里的走廊练习2分钟。3个月后，她不但没再跌倒，还敢自己去市场买菜了。她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现在走路有信心多了。”你可以扶着墙壁或者流理台来练习，等到比较熟练了再放手。记住，不用急，慢慢走，稳定最重要。只要每天花2分钟做这个动作，你走路就会越来越稳，出门也会更有自信。讲完了应该做的，现在我要告诉你哪些动作千万不能做。记住，安全永远比逞强重要。很多人以为深蹲，蹲得越低越好，其实这对年长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。当你蹲下去的角度小于90度的时候，膝盖承受的压力会增加40%到50%，这会磨损膝盖的软骨。台北市骨科医学会在2020年发出警告，深蹲蹲太低，很容易造成半月板损伤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就是因为看网络影片学深蹲，蹲到屁股碰到脚跟，结果膝盖肿起来，痛了3个月才好。所以我建议你，如果要做深蹲，就做我刚才教的椅子深蹲就好，屁股快碰到椅子就站起来，这样既安全又有效。把重物举过头顶这个动作，会压迫到肩膀的关节，造成急性疼痛。年长者的肩膀本来就比较脆弱，做这个动作风险很高。美国运动医学期刊在2019年的研究指出，65岁以上的人如果用错误的方式做过头推举，有18%会造成肩膀旋转肌受伤。这种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复原，严重的话甚至要开刀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长辈，因为举东西到高处，结果肩膀拉伤，连梳头发、穿衣服都会痛。如果你想训练手臂力量，我建议用弹力带做2头肌弯举，这样安全多了。把弹力带踩在脚下，双手握住2端，慢慢往上拉到胸前，再放下来。这个动作不会伤肩膀，又能训练手臂。很多长辈以为跑步是最好的运动，其实对年长者来说，跑步的冲击力太大了，会震伤髋、关节和脊椎。台湾老年医学会在2021年就建议年长者应该用快走或游泳来代替跑步。为什么？因为跑步的时候，
每一步落地都会产生相当于体重3倍的冲击力，这对已经退化的关节来说负担太重。我有一位病人，就是每天坚持跑步，结果关节疼痛，最后需要换人工关节。后来他改成快走，配合我教的椅子深蹲，现在反而比以前更健康。所以记住，不要比谁跑得快，要比谁坚持得久。快走一样能达到运动效果，而且安全得多。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跑步，可以选择操场的 PU 跑道，或者用跑步机，这样冲击力会小一点。运动完之后，放松跟运动一样重要。很多人只知道运动，却不知道放松，结果肌肉一直紧绷，睡眠品质也不好。现在我要教你2个放松的方法，让你睡得像年轻时一样好。按摩不一定要去给人家按，你自己在家就可以做。准备一点乳液或按摩油，不用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先按摩脖子和肩膀，用手指轻轻按压脖子2侧，从耳朵后面慢慢往下按到肩膀，每一边按1到2分钟，不要太用力，轻轻按就好，感觉到肌肉放松就对了。接着按摩脚底，坐在椅子上，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大腿上，用大拇指按压脚底，从脚跟慢慢按到脚趾，按3到5分钟。脚底有很多穴位，按摩脚底可以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。台湾睡眠医学学会在2023年的研究证实，睡前轻度按摩可以让睡眠深度增加28%，同时减少肌肉疼痛21%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会睡得更沉、更好，隔天起床也比较不会这里酸那里痛。我建议你按摩的时候放一点轻音乐，开一盏柔和的黄光灯，营造一个舒适的氛围。这就是老年生活的仪式感，让每一天都过得有品质。现在我要教你一个非常有效的放松技巧，叫做478呼吸法。这个方法可以快速降低心跳，增加血液含氧量，减少压力荷尔蒙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首先用鼻子吸气，心里数4秒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憋气数7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最后用嘴巴慢慢吐气，数8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算1次，做5次就好。哈佛医学院在2020年的研究证明，这个呼吸技巧持续做2周之后，可以明显降低压力和焦虑。很多人做完之后，马上觉得身体放松，心情平静。我有一位75岁的病人，他长期失眠，每天晚上都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。我教他这个呼吸法之后，他每天睡前做5分钟，1个月后就不用再吃安眠药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现在躺下去不到10分钟就睡着了，真的太神奇了。”你可以把478呼吸法跟静心节合起来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先做5次478呼吸，然后就静静地坐着，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如果有杂念出现，不要紧张，让它飘过去就好。再把注意力拉回到呼吸上，这样做5分钟，你会发现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记住，每一次呼吸都是大自然给你的天然镇定剂，不用吃药，不用花钱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今天教了你这么多，我最想告诉你的是，照顾好今天的自己，就是送给子孙最好的礼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80岁还能自己走路、自己吃饭、自己洗澡，不需要子女照顾，这对他们来说是多大的幸福。他们不用请假照顾你，不用担心你跌倒，你自己也活得有尊严、有自信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选一个动作来做，不用3个都做，先选一个最简单的，比如脚跟贴、脚尖、走路，每天2分钟就好。等到养成习惯了，再加第2个、第3个，
运动就像存钱一样，每天存一点，日积月累就会看到效果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运动方法，让更多长辈能够健康的老去。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想尝试哪一个动作？是椅子深蹲、墙壁伏地挺身，还是脚跟贴、脚尖走路？我很期待看到你的留言。最后，我要送你一句话：健康不是年龄的问题，而是习惯的选择。只要你愿意开始，什么时候都不嫌晚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你健康长寿，我们下次见。